来看这全台湾头一座倒车道广丽圆环的，就是伫个台南的新营。去年12月才拄完工尔，也毋过启用了后呢，所互人即期这骹路袂顺，车辆定会去卡着。市政府是表示讲，这圆环新的设计呢，主要就是要考虑到这个过路人的路权，所以会继续来收集意见甲数据，看敢有需要来调整。 台南市新营圆环车辆逐工拢来来去去，去年12月改造，加做全台头一座倒车道嘉丽仔圆环了后，在地煞有人咧反映，有寡人是怨叹车行的方向三无涨，车搁定会绕着线，圆环边仔的菱形空间伤挖停车格。另外，无人是感觉整体安全感有提升。那明代是这支标志甲标线，无互人随看就知影安怎行，恐惊互驾驶看甲火气。 太过火煞煞，改善了真好，但是速度袂使伤紧。公车伊边啊，常啊都歹伤紧，真危险。没有先导，这指示方向也搞不清楚。面积这么小，像前面要转这边，那边转过来要转也不方便啊，不是很容易开的。可是我们认为还是不是在适当的人行道方面再修正。 停车空间。交通局讲，这个路口因过常发生事故，指示无够，才会启动改善，对传统圆环转型做现代圆环。新的主要是运用车引线甲标线，后车的方向通出入，兼采用动线分流，透过路面画线，会当引导车要安怎行。要求你去圆环进前，先分流，爱去减速。嘛，佮有说过路人庇护道重新整理路边停车位，车道变窄了。 才能够让驾驶自然减速，那同时呢，也可以避免机车不当钻入汽车的死角。针对车道的宽度的部分，我们有适度的去放宽。我们在圆环里面，我们有做这个群环，让这些比较大型的一个车种或特殊车种可以去做碾压的一个缓冲的空间。出环跟需要绕环的一个车流，我们是有采这个分流的一个的指示。 交通局强调，实在去检查大台车若驶较慢咧，这路是有够快，会当转弯射角。若人行道边的停车格、甲过路空间，拢是伫合法兼顾停车需求设的。针对即阵部分民众甲平台意见，市府回应会继续收集过路人的意见甲事故数据来做调整，因希望通车好行，过路人嘛会当安全通过。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